哎呦喂，过年到上月份来，那还开着一场一般每日新天地的家。现在看看是生意蛮好，谁是不晓得还坚持结婚送光？哎呦，金万万啊，那是真的谁噶？妻子我有办，你眼睛不啥亲为我。今天叫什么啊？那视频看着的哟。啊是个，哦。快点，在底下。哎呦，我的谁是什么商人？那个朋友来吃啥饭个啥子？现在来打养殖，拿菜市场来两包手指甲，拿送给你个？不是，那叫光的。金万万个腿，哦哟，啥个熬个腿了？阿个腿，现在叫手指那个么子来着？不晓得是预制菜哇？那个么子近1个钟头前头为了梳理鱼嘞，哪能？对，我是农历谁还？哎，单独来了，真的香的。你就你不知道啊？哎呦，我一般带不上人家。别难吃啊！你先生下来不那个他对这个？这两天走的辰光再上，其他人侪是路人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但愿我们友谊天长地久。手指带他在，快点踩起来。现在讲你最欢喜吃的么子来着啊？所以硬相应，非这个来不要收风牛。高脂分做得来，有肉。火牛那叫我火牛呢？你在网上看看，再来分吃，2顿分吃，昨日2顿分吃，第2顿分吃。我晓得你来请我吃的。到底看海岛。那不是讲。现在呢，等了一只吃子个边像红军团，一只汤哪能？你应该请我吃酱汤。没还多啊，必须工资3000刀，请来吃点松鼠猪的嘞，猪不是你的了呢。你一打菜个特点就是菜，你拿弄只本子啊不拿吃啊？因为我等了我想听火菜不拿吃。你上怎么吃啊？没人给。我没辰光给，来临们不肯给。现在套子金万个光，上次金万个光，吃了一那谁是能个金好菜？我他们吃到金好菜，我来想了呢。哎呦，金万啊，你现在还有煮这个家？不吃太师好的拿来塞。那这是什么来着？当然么是2刀。哎，你那搿两边汤啦，油脂么只一点点啊，放个就是呢，我都弄不懂啊。好嘞，喝配汤。还可以汤，你那干不完个呢？哈，不是哈。哎呦，我记得我从香山饭店干的那一趟，从去年干到今年，哎呦，青岛不就完了？那我哎呦呢？